来啊，咱来鞠躬敬拜伊，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帝。咱是伊牧养的羊群，是伊照顾的子民。会众请起立，咱做伙来吟圣诗第24首《我心俄勒至关上帝》。会众请坐。有缘徛的，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。伊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，伊要对遐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，这摆是真的啊！咱三甲用启应文，启应文记载伫第40篇以赛亚书第6章。我来启会众来。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，伫真悬的所在。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弗天使，徛伫树后。伫
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万军的统帅上主，伊的眼光充满全地，门槛因为呼应的声震动。迄时我讲，我有知，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。我的目睭有看到王，万军的统帅上主，有一个西拉弗天使，画我来我遮。将炭捂我的嘴唇，讲：你的罪过已经除去。我阁听见主的声讲：我通找啥人？我就讲：我伫遮，请找我。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你是创造万物的主，这个世界是因为你较存在，你实在真伟大。你照顾了你阮四边的一切，因带佮安排阮的一生。阮真正是志美色的人，亲像海边的一粒沙。阮是罪人，信心不足，常常做无应该会做的代志，来互你伤心。伫阮人生的大风大影中，你用志美色的话语安慰，佮引带阮。伫安静无声的时，甲阮揽调调，阮常常感受着你的疼，阮实在真爱献上阮的感谢。阮应该爱找求你的智慧，才会知阮所应该做的代志是甚物。求主你互阮找会着你，来行阮所应该爱行的路。你有公义，互阮知影世界的善恶，拢是伫你的权柄下面。阮真敬畏你，毋过你嘛有慈爱，你是阮伫天里的老爸，你用你的疼痛擦消阮的罪过。伫阮还未悔改以前，你已经甲阮抱伫你的怀中，阮实在真感谢你。阮的主，你掌管一切，紧甲慢拢伫你手中，亲像以利亚伫旷野中。经历大风、地动甲大火，却伫轻声细碎当中，真正认捌你。阮要学到你，阮要敬拜你，阮想要亲近你。愿你时刻甲阮同在，互阮知影你一直伫阮的身边。伫黎明的时，你行伫灿烂的海边；伫黄昏的海边，阮犹原看见你的脚印，引带阮。行头前的路，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圣歌队要学落的诗歌是《山顶的脚印》。
来恭听上帝的话语，记载伫列王记上19章第1节到15节。阿哈将以利亚所做一切事，甲伊用刀杀死巴力所有的先知的代志，拢甲亚西别讲。亚西别就派使者去甲以利亚讲：明仔载即个时，我若无处你的性命，亲像你处因逐个人的性命，愿神明加倍责罚我。以利亚惊着，就赶紧逃命，来到犹大的别是巴，将仆人留伫遐。伊家己伫旷野行一日，来到一丛罗丁树骹，就坐伫遐求死，讲：到野啦，上主啊，但求你赐我的性命，因为我无比我的列祖较强。伊就倒伫罗丁树骹困去。有天使来答伊讲：起来食。以利亚一个看到头壳边有用热的石头烘的饼，阁有一盘水，伊就食就啉，阁倒落去困。上帝的使者第二遍阁来甲伊答讲：起来食，因为路遥真远。伊就起来食，起来啉，靠即边食的力，行40年40日，到上帝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伊到遐入去一个洞，伫遐过暝。忽然上主的话临到伊，对伊讲：以利亚，你伫遮在创啥物？伊应讲：我为着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大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，毁坏你的祭坛，用刀杀你的先知，只有剩我一人。因要孝顺我的性命，要杀我。上主讲：你出来徛踮山顶，伫我的面前。迄时，上主经过，伫伊面前有大阁强的风，山崩照你。毋过上主无伫风的内面，风了后有地动，上主嘛无伫地动的中间。地动了后有火，上主嘛无伫火中，火了后有细阁轻的声。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衫黄面出去徛伫洞口。忽然有声临伫伊讲：以利亚，你伫遮伫创啥物？伊讲：我为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大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，毁坏你的祭坛，用刀杀你的先知，只有剩我一个。因要孝顺我的性命，要杀我。上主甲伊讲：你去，照原路倒去，去大马士革的旷野，到遐了后，就用油抹合适做叙利亚王。以上，牧师今仔要讲道的题目是紧甲慢之间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踮伫你的圣殿中间，同齐敬拜甲报道。愿你的话刻条踮伫阮逐人的心，帮助阮认捌你，也帮助阮，互阮踮伫每一日通见证你的荣光。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弟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踮伫有当时踮伫真无闲的生活中间，咱知影连食饭拢是一件要抢时间的代志，对无？所以有当时为着要抢时间，就定定会带囡仔去到伫麦当劳。麦当劳有啥物作用？麦当劳就是全部拢足紧的嘛。所以开车即去到伫德莱士的车道内面，搁来要安怎点？我入去了后，你就开始，你只要负责甲伊讲，你即摆要几号就会使啊。你即摆要几号？几号了，搁继续准备要付钱。咧付钱的时阵，咱绝对有一个印象，即边你搁咧纳钱，但是后一个人客已经到啊，对无？所以伊后壁煞只搁咧开始咧点后壁迄个车辆的餐点。就踮伫即个过程中间，两边拢真紧。就会当完成整个要买物件的行为，
但是踮伫即个足紧的过程中间，其实人甲人中间袂有任何的互动甲关系。人敢若只不过就是我怎要几号，然后我要偌济钱，我赶紧甲物件做出来，我赶紧会当完成即个行为。所以踮伫即个咱真熟悉遮尔紧的社会中间，每一个人都是敢若注重我所要做的代志。只要完成我所要爱的，其他就好啊。嘛，踮伫即个环境中间，咱会渐渐袂记哩去听讲，到底别人想要讲啥物，啊，别人的需要到底是啥物。今仔日咱读到伫列王记上卷19章这段圣经节，一开始圣经对咱讲，亚哈将以利亚所做一切的事，拢甲即个王后亚西别来讲，所做一切的事是啥物？所做一切的事，咱必须爱了解以利亚的故事。以利亚的故事爱对列王记17章开始。一开始以利亚出现，伊就讲：除非我若祈祷吼，无这段时间，这几年内面，天就绝对拢袂落雨。一开始以利亚17章一开始，伊就安尼咧讲啊。除非我向上帝来祈祷，无这个天绝对袂落雨。但是踮伫17章吼就好算诶，伊讲了这个话了后，才发现圣经诶记载讲，上主诶话临到以利亚，这啥物意思？咱知无？伊已经讲了讲，除非我祈祷，无天绝对袂落雨。后一节，圣经的作者甲咱讲，上主的话临到以利亚，安尼意思是啥物？人走了比上帝较紧了，人走了比上帝较紧，所以当伊讲了这个话了后，上主的话才继续临到伫伊，甲伊讲你要往对行。但是无论安怎，真正天都无落雨，有几冬的时间。煞接踮伫18章，以利亚甲一大群拜巴力的先知，踮伫加比山进行一场真精彩的大战。上帝对天降落火，互以利亚会当得胜。所以这就是亚哈王将这一切事，甲伊的王后亚西别所讲的，都是假的事。这个亚西别听了这个事了后，伊甲伊讲啥物？伊讲明仔载这个时，我若无处理的性命，亲像你处遐个人的性命，愿神明加倍责罚我。明仔载这个时阵，若是你还阁活咧，就安怎？意思就是我绝对袂互你看到明仔载的日头嘛。意思就是一个威胁。讲这个话了后，以利亚足紧的哦，以利亚足紧就开始逃走，开始咧逃走。伫旷野经过一日，来到一丛罗定树骹遐吼。伫旷野经过一日，咱有发现无？明仔载这个时阵，若是我无处理的性命，愿神明加倍责罚我。以利亚踮伫旷野。佮经过一日，所以现主时咧，现主时这个威胁佮有效无？现主时这个威胁恐惊是无效啊！但是以利亚佮继续踮伫遐，甲上帝祈祷讲：上主啊，我已经袂堪得啦，求你赐我的性命吧，我嘛是死啊较好吧？奇怪呢，迄个威胁已经失效啊！迄个威胁已经无啊，因为。明仔载我若是无互你活的，愿神明加倍责罚我。伊已经走一日啦，佫踮伫遐，我死的比活的佫较好。咱有发现，以利亚走了拢看起来比上帝佫较紧哦。而且伊走到啥物所在？已经走到伫毋是亚哈王甲亚西别所管理的所在啊。意思就是来到伫遮应该是安全的，踮伫这个所在是安全的。但是伊的内心无任何平安，踮伫足着急、足紧，想要做足侪事的人中间，有当时
心内底无真正的平安。一方面，伊确实知影，伊需要听上帝的声音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伊嘛足着急的，伊认为讲，我应该就是爱靠我家己的判断来完成这事，就是因为安尼，迄个威胁才对伊造成真大的危机。因为人无愿意慢落来听上帝的声音，一直想要急要紧，我靠家己的判断，直到上落尾是家己的内心受到捆绑。所以先知正做上帝的奴仆，其实上大的考验就是，到底伊要怎样听见上帝的声音？第17章读到19章，咱就会发现讲，伊走了足紧的，伊嘛讲话了足紧的，但是踮伫这个遮尔紧的过程中间，敢真正听见上帝的声音吗？踮伫旷野，经过40日，上帝供应伊，现主时上帝的声音临到伫伊，对伊讲：以利亚，你到底踮伫遮咧创啥物？伊的回答是啥物？伊的回答讲：我为上主万军的统帅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，毁坏你的祭坛，引导台你的先知，只有剩我一人，因要孝顺我的性命，要杀我。伊的回答是啥物？伊的回答是：上帝啊，我为着你大发热心啊！因为你看，你家己的子民以色列人全部拢毁坏你的约，敢若剩我一个，认真咧服侍你。我认真服侍你，即马佫足侪人要甲我杀。咱敢有发现，当人有当时为着主的工大发热心的时阵，一直想要足紧、足急的时阵，上大的困难是啥物？看无身躯边，敢还佫有啥物人？你的身躯边，敢还佫有人？伊所一直想要表达，就是敢若剩我一个。你看，敢若我足厉害，我佫会当镇赢迄450个拜巴力的先知。你看，即马只有剩我一个。以利亚的心足紧的，足紧想要看见上帝会当成就足侪事。紧甲慢是咱人生中间真大的艺术。我毋知影咱还佫会记哩，如果咱有经验过正残的年代的时阵，到底紧甲慢是安怎定义的？如果咱若是踮伫庄骹，咱正做一个正残的人，问咱一个问题：敢有法度紧？其实足歹紧的，对无？所有的物件都是爱照着天气来变化，照着气候的节期来变化。所有的代志需要，都是照正常人所讲的，爱看天咧食饭，真歹紧。但是进入到伫一个愈来愈工业化的时代了后，咱的时代愈来愈紧啊！咱的时代就是逐个人照家己来完成一个动作，用一个工厂的思考，我只要完成这个动作，安尼就会当足紧啊！足紧来完成，产生了侪物件，就会当开始买。咱的时代愈来愈紧，过来进入到伫网络的时代，佫愈紧啊！因为网络的时代超越过地理的限制，超越过人甲人中间的关系，所以嘛愈来愈紧啊！到伫今仔日，咱讲这是一个 AI 的时代，一个 AI 的时代，只要你用 AI， 你会当找到所有的消息，所有的资料。但是现主时，大家人嘛开始咧讨论，到底我靠 AI 会造成什么款的效果？网络顶边咧讨论讲，我靠 AI 有当时真大的危机是，如果人无搁继续思考，敢若将你的脑全部拢包覆这个工具，你绝对会乱去。有当时你去问遐个咧写文章的人，就知影，即摆用 AI 咧写文章有够紧的。
只要你拍需要的物件，伊随时都会当互你，包括可能足侪牧师用 AI 咧写讲道片，非常非常的紧。你只要拍入去你需要的物件，伊随时拢会当走出来。但是走遮尔济资料走出来的时阵，会拄着一个什么款的问题？头壳若是无真正思考过，你即马就是看到一大堆的资料，敢若会当照读，无认真去想内底到底咧发生了什么代志。所以，遮个人咧讨论讲，使用全部拢使用 AI 咧写作的人，大脑中间的一个结连的程度是一直咧降低。虽然会当真紧完成侪侪文章，但是只要有一天因无用这个工具，因真正爱因写物件的时阵，伊会若亲像一个毋捌写过文章的人共款。简单来讲，咱真做一个资料甲材木咧搬来搬去的工人，毋是真正了解这个资料咧对人讲啥物。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，需要思考，也需要累积。AI 是工具，是人需要有聪明智慧，知影如何去使用伊。我所讲的，毋是爱咱不爱用 AI 哦，请会记你这件代志。未来的时代上大的困难是，如果咱完全无用科技，咱绝对会互这个世界毋知影迄到对去。但是使用工具，咱必须爱有智慧去使用伊，爱有家己的判断，以及知影怎样去了解遮个消息咧对人讲啥物。这就是踮伫紧甲慢中间，咱所面对的冲突。一直咧紧，一直咧紧，咱就会失去听别人讲话的能力；一直要紧，咱就会失去毋知影别人到底咧做啥物。也是一直咧紧，咱就会失去累积的过程。敢若注重我要完成家己任务，一直追求我就是爱有效率，我一定爱紧，为互咱看无身躯边的别人，敢若认为家己是对的。到伫上尾啊，咱会展现出一款真骄傲的态度，去指责讲别人伤过慢啊啦，去指责别人讲你看敢若我咧做。去指责讲，只有我所想的这才是对的，就哪亲像以利亚踮伫遮对上帝讲的，敢若剩我一个人。咱想看觅，如果这个世界就是所有的人拢认为，敢若家己是对的，敢若家己上有效率，家己上紧，这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个世界会天下大乱。到伫上尾啊，咱会发现讲。咱只不过是咧拜巴力，毋是咧拜上帝。所以上帝对以利亚讲：“你出来，徛踮伫山顶，徛踮伫我的面前。”上帝对这个伊不断咧强调，敢若剩我一个的这个以利亚讲：“你来，你来。”然后有山崩地裂，有狂风，有地动，全部拢出现踮伫伊的面前。但是上帝无踮伫遐，伫迄只以利亚哪亲像了解一寡啥物啊？因为巴力咧掌管的是啥物？巴力咧掌管的都是遮个物件，山崩地裂，风地动，踮伫迄个时代中间，巴力会互人受敬拜，就是因为伊掌管暴风、雨水。遮个物件，所以当这个场面出现踮伫以利亚的面前的时阵，上帝咧对伊讲：“歹势，伫遮看起来轰轰烈烈，看起来足精彩，但是我无踮伫遐。上帝踮伫啥物所在？伫经过这一切了后，上帝踮伫轻微、轻柔的声音中间，以利亚显现。即摆，上帝声音阁临到以利亚讲：“以利亚，你到底踮伫遮咧创啥物？”
伊佫回答一摆共款的话，但是咱想看觅，即摆伊的态度会是啥物？顶摆伊足着急的，前一摆讲上帝啊，万军的统帅，我为着你大发热心，你看遮个人拢离开你，敢若我，敢若剩我一个。即摆，当上帝用轻柔的声音来问伊利亚讲：你踮伫遮咧创啥物的时阵？伊利亚会安怎回答咧？伊讲的话是共款的，但是这个态度会是啥物？上帝，万军的统帅，你知我听你啦，但是以色列人吼毁坏你的约，现主时，敢若剩我一个。发现讲，敢若愈讲愈细声，敢真正剩一个人吗？上帝互伊利亚答案啊！你爱返去原本的所在，返到大马士革的旷野。其实后壁的经文，上帝佫甲任务交互伊，甲伊讲啥物？你爱煞接去过以利沙。成做你的继承人，成做你的继承人，继续做先知。我嘛踮伫以色列中间有留几个人，7000个人。我嘛踮伫以色列中间留7000个人，遮个人毋捌跪拜巴力，嘛毋捌拜遮个偶像啊。所以敢真正剩以利亚一个嘛？咱上大个问题就是，当咱认为咱家己大发热心，一直赶紧要完成这事的时阵，咱的目睭敢若看到家己，无看到别人。上帝踮伫遮对以利亚讲：你爱去带以利沙来成做你的继承人，而且我阁留7000个人是忠心要服侍我的。为什么伊会看袂到？人上大的困难就是，人毋知影家己伫咧追求紧的过程中间，追求效率、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间，已经袂记你身躯边也有甲你无共款的人，但是这个人犹原是忠心咧服侍的。先知所领受的使命。毋是要甲人车拼，毋是一定要争赢，乃是完成上帝所要交托的使命，延续栽培，互整个以色列看起来感觉是行失迷的以色列团体，会当恢复真正敬拜的文化。若是安尼，敬甲慢拢在伫上帝的手中。敬甲慢是上帝的决定，毋是咱所咧决定的。这个真聪明的人，比尔盖茨讲一句话吼：有当时啊，你莫想过头去看重一年中间会当完成的代志，但是莫想过忽略10年来完成的事。咱有当时啊真要紧，就是踮伫今年，我要完成足侪事。但是其实所有的代志拢是累积，所有的代志可能是用10年去累积出来。最近我咧读我一个同学的册，伊是台神的老师，台神的生育老师。伊最近出一本册，咧描写生育中间的女性领导。我这个同学是台燕泰雅族，伊神学院毕业了后。就出国到伫南非咧读生育，其实读册的过程中间非常辛苦，因为伊嘛甲我分享过，正做一个原住民的囡仔，其实伊对一个破碎的家庭，应该是讲踮伫整个原住民的文化中间，伊行伫一个捌失迷过，嘛踮伫失迷的过程中间，因为信仰长辈认真的祈祷。互伊重新转来行上帝的路。神学院毕业了后，去到伫南非，伫邓凯富老师的介绍下面，去伊的学校读册。踮伫遐读册，伊嘛足想要紧的，
我就想要紧的，因为伊知影，伊会当出国去读册，嘛我靠济人的奉献。对原住民的囡仔来讲，因无遐尼济经济能力，会当踮伫外国，所以足想要紧的。但是足想要紧的，去到伫遐，伊发现讲，通生育爱读希腊文，所以伊阁踮伫遐开2年的时间读一个希腊文的硕士。读希腊文的硕士了，因为伊写加拉太书的研究，伊咧讨论罗卜这个书，老师甲伊讲，罗卜踮伫旧约嘛有出现，所以伊阁需要阁开1冬的时间去读希伯来文。安尼心内底足急的，但是完全无法度急，敢会当慢慢踮伫遐咧读，看起来是慢，但是转来台湾了后，伊甲我讲啥物？伊甲我分享，看起来是慢，但是伊无想到讲，因为2冬的时间读希腊文的硕士，佮用1冬的时间干那去读希伯来文，转来台湾了，伊发现新旧约伊拢会当教，看起来到底是紧还是慢？看起来是慢，但是实在是紧。嘛，踮伫即本册内面，伊咧介绍台湾的宣教历史。台湾的宣教历史，踮伫50几年前，有一波圣神的运动，有一波圣神的运动踮伫新德，踮伫新德带来灵魂的影响。但是这个开始是因为4个年长的泰雅族姊妹，为着整个的泰雅族认真的祈祷。伫认真祈祷的过程中间，圣神带来悔改、灵气、塑造、甲换新的开展。所以会记得圣神的工作所带来是啥物？对悔改开始，对圣神的工作进入到伫悔改了后，换新了整个泰雅族。这个宣教的内容延续到伫顶礼拜，我甲大家介绍太鲁阁族的一网。这个圣神的运动到伫遐去，嘛对一网进入到伫南投马列坝的部落，就是阮这个同学伊的故乡。踮伫遐，伊甲我分享讲，伊的部落有一个姊妹，就是踮伫性命真正破碎。听到讲踮伫花莲，这个太鲁阁族的一网有咧分享一个真特别的信仰，所以这个姊妹走去到伫遐找一网，听见福音了后，转来到伫南投的部落中间，认真敲吹上帝的带领，因认真祈祷，嘛认真强调上帝话语的重要性。因一直向人分享讲，爱读上帝话语，爱迫切祈祷。踮伫圣神的运动中间，无论是一往台湾，遮个部落、遮个姊妹，因拢不断地强调的，就是除了圣神情感的部分以外，一定爱认真昆读上帝的话语，昆读上帝的话语，照着祈祷来敲吹上帝的带领。这个运动到达超过50年的时间。我读到这个故事了后，我才体会一件事，我才体会为什么上帝会呼召我这个同学去读圣经的研究。原来就是踮伫整个灵魂运动的影响下面，其实遐个人毋是干那强调灵魂，因阁强调的就是真正爱认真读上帝的话语。所以踮伫这个处境延续落来，才会当好。我这个同学对神学院毕业了后，伊就清楚知影，伊要读圣经的研究，为着要帮助台湾的教会。到当伊正做神学院的老师，也继续装备新一代的传教者。到底这是紧也是慢？咱感觉这个神学院的老师要安怎养成？
是对阮读册到伊出国，安尼可能10冬。看起来慢，但是实在也是紧。若是佫读到伊部落者的故事、原住民宣告的故事，咱就会发现讲，其实上帝用50几冬咧栽培一个人，是几下代延续落去咧栽培无共款的人来完成上帝的工。对咱来讲嘛是共款。伫即个时代，咱感觉咱拢足想要足紧的，会当足紧来栽培一个会当服侍的人，无论是教会中间的服侍者，也是教会中间的牧者，咱拢足想要足紧的。但是其实咱拢忽略，上帝可能开几十冬、几百冬来护掉现主时坐伫遮的咱。咱会当踮伫遮是有意义的。伫即个紧甲慢的中间，咱所咧见证的是上帝家己咧塑造你的生命。所以我读到这个见证，其实我心内底有真深的感动。人会谦卑在伫咱知影，咱所看的是上帝几十冬、几百冬来踮伫咱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工作。今仔日咱会坐伫遮，毋是偶然。今仔日咱会坐伫遮，是上帝用一段真长的时间栽培塑造咱，互咱会当成做伊心中的萝卜，互咱会当踮伫无共款的所在来回应伊的恩典。所以到底这是紧也是慢的？一直想要紧，咱会忽略上帝的奥秘；一直咧紧，咱嘛会愈看无身躯边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秘办的。只有学习去了解，慢落来，去观看，到底上帝如何栽培咱身躯边每一位兄弟姊妹，逐工听上帝的声音，逐工读上帝的话语，知影去军队，知影去服侍，咱才会当为着身躯边，为着整个台湾带来真正的祝福。最近咱有个人有去看《看不见的国家》迄个纪录片，我甲一个青年人去看这出纪录片。看不见的国家咧描写过去10冬来对蔡英文成做总统的时代，看到整个社会的改变甲变迁。这个青年人走出来，看了出来甲我讲，我哪亲像咧看我家己过去这10冬来的人生，敢若就是过去这10冬来的人生。我讲对，咱每一个人拢参与踮伫这10冬来的时间，但是重点是，经过这10冬了，咱每一个人拢需要搁继续向前行，咱需要负起咱应该爱负的责任，互这个社会会当变更较好，互这个国家真正互全世界的人看到讲，台湾是一个美好的所在。所以到底是紧也是慢？只有踮伫上帝的手，咱才会当看见主的恩典、主的奥秘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：紧甲慢之间，紧也久要紧，爱烟火对天降，爱随时得胜，却无想到火焰之后是惊吓，是逃亡。慢，敢真正有意义？狂风吹来，山崩照你，却无声响，只有微声细语讲：你伫遮咧创啥物？紧，互我看无别人；慢，互我看无家己。每一个声响，每一个节奏，
拢出伫你，拢归伫你。紧甲慢之间，重甲轻之间，伫你节奏内面，我学习听候，学习传承，学习去背。伊利亚的人生在学习这个功课，对于看无别人，到看无家己。愈要紧，就会互咱看无别人。只有慢落来，咱才真正学习看无家己。看无家己，咱才会当见证上帝恩典、上帝奥秘。请咱同齐来用这首圣诗，成做咱的回应。主爱的白所听起主救声，愿定随你，歌手所关心心情记，有关敬心给可塞的心中。敬虔敬心，求会敬敬对天降落，可因念必定心，求修未高敬会得了作家空洞穷风行行，只有拼命的心，慢慢减我真实，公公山邦地里，求无向下之路。声音轻轻对伊问讲，你的正最是物？今生啊，可我看无别人，问我看无家己。大家向声，大家节奏，拢对你说，拢归你，拢顺叹你之意。伫今啊是伫万中间。抵挡甲轻中间，伫你节奏我听候，也为学习传承精神，也无天时陪我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愿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愿需要幸福踮伫你，踮伫这个世界，一直咧追求紧的过程，愿受到引诱，愿受到试探，愿会一直想要追求有效率，完成济任务，直到行到路尾，发现讲，愿看无别人，一直认为敢若剩我一个。总是主，愿感谢你，你通过以利亚，搁一摆教导阮，互阮学习去听你轻柔的声音，踮伫慢的过程中间，学习看无家己，
互你的旨意会当踮伫阮的生命中间直行，互阮会当一生行伫你所定着的道路中间，回应你的呼召，通互阮家己，也互身躯边的人，拢得到造就，得到利益。愿你扶持阮，帮助阮，互阮踮伫向前跑走的过程，看见你家己的引带，也互即个土地会当成做更较美好的所在。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德。请坐。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吼。咱即礼拜拜3点伫线顶，咱所要读的进度是马太福音第5章21节到32节。欢迎咱会当点伫线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。好，今仔日咱嘛有会籍转籍是魏有庆甲庄延庆吼，因对永康教会转籍点伫咱，因今仔敢有来好，不要紧，咱后礼拜若是有出现，咱就搁一摆欢迎因吼。好，来，好，搁来教育部点伫今仔日2点到5点，点伫对面伊丽莎白纪念教堂有举办旧约游踪吼，欢迎咱有报名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做伙出席来参加。好，
好啊，咱会踮伫8月初3父亲节感恩礼拜中间来举行洗礼献信礼啊，所以你若有意愿想要接受洗礼，兄弟姊妹，请咱来伫伊遮报名甲上课的时间吼。好啊，小儿洗礼会当报到7月底，所以欢迎咱会当继续来报名吼。好，再来咱顶半年度这个过季检查点伫7月13甲20，欢迎咱毋是邀请咱的团契会当来备办这个资料。再来第4项，7月到9月份新港公的读经已经点伫办公室，所以欢迎咱有想要逐日灵修读上帝的话，会当点伫办公室来自由体吼。好啊，再来咱点伫拜五的时阵有举行，这日期毋对吼，日期毋对是拜五6月20号吼，咱有举行柯泰川长老的告别礼拜啊，今仔日贵族嘛踮伫咱中间，非主祭踮伫后壁吼，咱嘛继续为着因的家庭继续关心甲代祷吼。好，请坐。好啊，今仔日介绍头一位，咱有一位日本的人客吼，渡边先生，伊来到伫咱中间吼，咱欢迎伊。渡边先生就是咱进前迄个主持学咧画迄个很大那个反战画布，因专门因咧推销这个工作啊，所以今仔日欢迎因来到伫咱中间吼。好，please sit。OK， 阁有一位文娱的朋友玉桥，玉桥是南一中的老师头一摆来到伫咱中间吼。好，我就做以上遮的报告吼。好，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，咱来读2解吼。地动了后有火，上主嘛无伫火中，火了后有细搁轻的声，搁读一摆吼。地动了后有火。上主嘛无伫火中，火了后有细搁轻的声，列王上卷19章12节。咱三甲来吟祝福齐恳的诗歌，圣诗第399首，会众请起立。愿上主大真爱，经点你是金台，主的听每时刻，甲你行同在。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。阿门。阿门。
济，